平安。平安。咱三个来祈祷。非常侪感谢你，今仔日是所行着的日子，可以伫你的面前，同齐欢喜快乐。主，因为你是对日会看着阮懊恼的。主，感谢你由主的性情继续来运行伫阮的中间，开阮的心门，对阮的耳孔，互阮会当听见，也互阮会当感受着主，你甲阮三个基地。你的心，你的快乐，万赞阮、扶持阮、搁安慰阮，带领伊带阮头前的道路。愿安尼仰望祈祷，是靠主耶稣的名。阿门。之前有一站，咱有看到一条新闻，是讲长庚医院的急诊部的医生拢做伙来洗头路，甲头家，伊甲头家洗头路啊吼。啊，新闻一报这条消息的时阵呢，就讲，伊就分析讲，咱的大病院伫台湾各所在大病院哦，感觉。是不是收支有出现什么问题？所以呢，长庚医院才做一寡动作，或者医生感觉受到侮辱。要不看了遐新闻的分析，讲其实台湾每个大医院、大型医院它的其实都是有盈余的，都是赔钱的。那医生，咱都知影病院嘛吼，其实咱伫个世界是共款，看到迄红字吼，特别赤字一定是红字嘛。我们去医院体检证他看到什么？红字啊，看到红字就感觉就感动哦，都了唔对安尼，哪有红字？连学校的学生也是足真惊吓，迄个成绩单顶有红字后就去及格吼。所以呢，看到红字就特别感动。伫可能的进程就是长庚医院就是感觉讲，这个安尼，这个部门呢一直咧欠钱，一直咧了钱安尼。就从迄个医生吼，即摆急诊的医生是专门的咯，每一科拢是专门的，毋是咧凊彩逐个医生照顾安尼吼，毋是安尼，是专门的。总是专门就较开钱嘛，钱开较多，所以呢，迄个长庚医院就感觉讲安尼可能爱在人事成本上嘛，爱小减一下，就从遐个医生吼来。用尽各样的方式把那些专科医生想把他调走，然后就派那些一般的来外口的医生来轮流这个急诊的这个部门。所以遐个专业的急诊的医生就感觉讲，受到侮辱，你感觉伊的专业无受到重视，你就感觉安尼会使。对于病人，对于你做一个医生的使命来讲，伊嘛感觉这伤过凊彩，病人哪会使安尼对待？来看病有着伤，还是真好需要病人，伊就做伙来实践。总是咱知影讲，照一般公司咧经营吼，一个公司要成长，或者是人我们讲的盈利事业单位嘛，伊上基本就爱收支平衡，然后呢，然后伫这收支平衡的基础顶面，搁来发展安怎就是。迄个利润爱愈来愈大，就是成本愈来愈低的时阵呢，迄个利润就会出来嘛，安尼才有市场竞争力。所以咱可能有人讲，长庚医院这种的做法，敢嘛是情有可原嘛，它要降低成本嘛。我这个部门一直在了解，一直红字一直都始终没办法消除，就艰苦，一直感觉就艰苦。纵使这个病院、医院其实。不应该是盈利事业单位，它说是一般的公司在真正上，总是病院存在目的是啥物？是为着趁钱，还是为着救人的性命？互人会当把什么黄金时间把它急救起来，才能够恢复一原本所应该要有性命的尊严。病院的目的是啥物？总是咱嘛想讲，教会成立发展的目的，教会是啥物？有时咱教会在发展的时阵，敢若会淡薄仔亲像碰着产病院，遮个问题有相像。咱教会若较注意教会发展，有可能感觉讲，咱教会有个部门，敢若足开钱开到足用的，开钱开足用的袂要紧，敢看无啥物成绩，看无啥物成果。若是照世界的，这个世界迄盈利事业单位的发展，
就可能讲这个部门开钱成本遮悬，讲没有绩效，可能预算偌年预算就甲伊减起来，预算减阁袂要紧，有时阁有一个效益，就是讲，这个部门哪会拢做袂出成绩就伫后壁有人甲伊安尼指点安尼，讲这个部门安怎，感觉一个团阁分来3个4个安尼，团开看团这个大家拢足老的，做较老看，互人嫌较老烂，若是安尼就无人，渐就无人要参与伫这个事工，无人要参与伫这个部门，欠钱阁欠人。教会的肢体，若是有其中一个肢体是安尼，哥林多前书有讲，不俊美的肢体要让它更加的俊美。总是若是照我拄则安尼讲起来，这个较软弱、较欠缺的肢体，咱敢有互伊搁较臃肿？所以咱有时啊，咱就爱想讲，教会存在的目的是啥物？是为着趁钱吗？是为着家己要存钱吗？是为着家己的利益吗？咱逐礼拜到底礼拜堂来来敬拜3甲聚会来分享，是要互家己，毋就是要互家己搁较亲像耶稣，咱要学习做耶稣的门徒。做耶稣的门徒就是爱愿意牺牲家己，看无家己，好世界传福音，互搁较侪人会当得到救，毋是安尼吗？因为咱拢欠福音的债，我们都欠福音的债。现今的世界就是用数字、用迄个科学来判断足侪代志。比如讲，拄则咱讲着病院，咱去病院体检，数字拢是看数字的，三高，有没有高血压、血脂，什么三酸甘油脂啊，大家拢就注意这个，少年人可能较注意 BMI 啦，体脂肪的这个含量。就是肥肉比较多还是肌肉比较多安尼吼，所以这些数字我们都医生就是看这个数字来判断咱的身躯是毋是倒一方面无啥物钙风水所在。如果若是要靠这个数字来判断一个人的存在价值，譬如讲伫学生拢有学业成绩，或者是讲伫咧工作的顶面要有业绩，业绩要长红。数字爱较好看的，至少莫暗时出现等等。若是用这个数字来判断一个人的价值，咱可能就爱小思考一下，性命品质，性命的品质，特别是咱属灵的品质，是无法度用数字来判断的。因为耶稣基督的疼是无法度来计算。咱若学习耶稣基督的款式，咱有主耶稣的信仰伫咱的心上，是啥物人？是啥物人会当用数字来判断一个人，或者是一个教会的肢体、一个部门是应该安怎的？这就毋是看数字啦。有一句话讲，开头的生意有人做，了钱的生意无人做。总是，咱就爱知影，耶稣所做的一切，敢若是是了钱的。伊对道成的主体，伊对上帝到伊人，就了钱啊！伊高高在上帝，伊来到世间，伊这就了啊！你若最后算的时阵，伊才无要来嘞。若是你，若是我，咱有要来。来啊！我伫天顶，我做上帝偌好咧！我来向恁遮会做钱，南山做伙，伊就耶稣去安怎？伊去接近找迷。接近天空，耳朵听不到的，伊去接近摆拍的，伊去接近遐行凌乱的，伊去接像迄个太高的。耶稣所做的拢是了钱的生意啦。所以当咱用科学数字来判断家庭、教会各方面的发展的时阵，咱就大心爱问家己，咱爱大心问家己讲，咱为着这项代志。为着这个时间，咱到底已经有这个付出偌济，咱有这个牺牲偌济，咱为这个上基本的，咱有这个祈祷有偌济。
使徒保罗将提摩太留伫伊宣教地区，继续带领教会通继续成长。因为使徒保罗爱四界去开拓，所以伊就留伊的同工提摩太，踮伫伊开拓的所在，保罗就先做伊走，留伫提摩太伫迄所在，带领教会。伫迄所在，提摩太也拄着真侪教会受到世俗化影响的挑战。伫迄当阵，希腊哲学的思想正在发展，希腊哲学的思想正在发展，如火如荼的发展。每一个人吼，都会讲一寡大道理啊。每一个人讲啊，足有道理的吼，讲啊嘴角全破安尼，听起来拢是足对的。教会常入伫社会内面，我们不是出世的教会，我们是入世的。咱常入伫社会内面，逐礼拜对社会搁入来，互上帝组织咱对社会各方面搁入来到伊个圣殿来参与敬拜、参与聚会。所以每一个人加少拢会带着世界价值观进入来了教会。咱若无逐工锻炼家己，咱对读经、祈祷来操练，咱对上帝敬虔，就可能用世界世俗的价值观来建立上帝教会。咱有可能，咱若无操练，逐工操练咱对上帝的敬虔，咱真可能会用世俗的价值观来建立上帝教会。若是时间长安尼搁继续行落去，教会可能毋是教会。所以使徒保罗伫遮要求提摩太爱来遮的教会来教导讲，第一要紧的就是爱敬虔，伫敬虔的顶面来操练家己，来锻炼家己，要对人爱人用家己做中心，我倒转来，要爱对上帝以上帝做中心。总是呢，因为拄则讲，大家拢讲啊，足有道理的，遐一寡世俗人拢，大家拢足好讲的。所以保罗就提醒提摩太讲，你毋免和别人去辩论遮的，你着做无灵化，你着做大心，你着做无犯。所以呢，保罗伫遮提醒提摩太，伫敬虔的顶面着爱操练家己，操练就是不断锻炼。顶礼拜我有讲，咱若要复健的时阵，比如说有时间要复健，咱就逐工安尼压，医生安尼讲。很多东西都要基本功下基础，打基础，比如说拍球啊，那个运动员他们是基本功就是体能一定要训练得真好。唱歌可能嘛爱逐工爱练习什么发音练习啊、声乐啊，从丹田从丹田安尼唱歌。啊，弹琴的，有的音阶，有的人可能有学什么乌克丽丽啦、吉他啦，还是钢琴，都爱从基本的音阶开始，大家安尼练迄个音阶练习啊。虽讲感觉足无聊的，总是迄是上重要的，迄是上重要的基础。咱即摆就来看保罗提醒提摩太爱操练啥物。第一个，伊有讲伫讲话，伫今仔日的经文讲。就伫讲话，伫行做，伫真爱，伫信，伫亲戚，做信的人的路用。头一个伊就讲，讲话，现今的时代拢真爱通风，大家讲话拢真爱通风，所以咱就搁较爱分读经祈祷，逐工伫上帝话语的顶面来调整家己，提醒家己，谨慎家己的所行所做。就安尼，若是安尼，就袂讲一寡粗俗、拍鼓的话。因为锻炼身躯对体力是小可，总是伫敬虔的顶面来锻炼，有凡事拢有利益，因为有现实甲将来活命应允，这是应允的。第二个就是行做，伫行为，咱老师也讲，只有信心无行为，迄个信心也是死的。信心就爱通过行为才会当完全，迄个信才会当完全。真做代志毋是袂晓，是咱毋愿去试。就今仔日早起听伊咧带诗歌，伊讲台语，真正用台语带诗歌，伊感觉足紧张的，足袂冷静安尼。其实我嘛感觉讲阿闷啦吼，因为对我来讲，用台语讲话吼，实在是足紧张的吼，足惊了我讲了恁听无安尼吼，迄个真拍算。所以呢，总是咱有一个。
愿意回应上帝呼召的心，伊愿意顺服，我也顺服。我顺服是当初上帝带领我去到基督教会，所以我愿意顺服伊这个体制，我愿意伫遮来锻炼我的语言，所以讲，真侪代志毋是袂晓，是毋愿去试看卖的。就是讲天才，伊要成功，伊嘛爱99%的努力，才会当成功。若毋愿意回应上帝的呼召去操练，就算讲你足有天才，也是无较抓。所以，当你的心即时，若是上帝互你看到，互你感受到啥物物件是你会当去做的，莫放弃上帝放伫你心头的迄个梦想，你着勇敢去做。亲像囡仔，咱来回转，亲像囡仔，有单纯的心去回应心中的迄个感动，毋通犹豫，去做就对了。接续，我着爱有疼心，就是心爱，就是心爱等于爱做人的模样。这个疼是牺牲，是奉献，毋是顺续安尼做出来。有时啊会讲我这顺续啦，总是真正疼，是真正会疼。做了到就是真正会疼，就是会牺牲奉献。是为着这个疼，阮会当放落家己真既得利益，已经得到利益，咱愿意安尼放下。现在的离婚率，迄个比如，安尼讲离婚率啊离婚率愈来愈大。其实就是家己对家己的需要，自我意识太重，大家拢看家己的需要较重要，所以拢无想要彼此拢无想要委屈家己，无想要放下家己的坚持，来达到一个彼此会当成全的这个目的。所以离婚率就足悬，伫教会服侍是安尼，咱常常会批评埋怨，对方是安怎，去问讲。咱对迄个人，对迄个人有偌济关心，还是偌济了解？伊会安尼做，是毋是背后有啥物原因？毋是看到乌影就开枪。像之前我伫教会有一个青年，伊就讲伊的骹头因为伊工作的关系，有淡薄职业病，所以伊骹头无好，伊才30几岁尔。骹头无好，医生就讲较莫爬团爬楼梯安尼啦吼。譬如讲，咱教会这个二楼，你就讲，就坐电梯啊，有人就讲，遮尔少年，我咧坐电梯是咧，坐电梯，感谢，遮尔少年就咧坐电梯，敢对哦？总是伊毋知影讲，伊骹头已经是70。医生判断的啦医生来讲，你这骹头已经是70、80岁的骹头啊。所以，咱有时啊看表面，实在是看袂到真实。这咱就爱去大家爱提醒咱家己的。当咱看到一寡代志，互你感觉讲毋对的时阵，咱是毋是爱心摆咧，咱的祈祷。咱的关心，耶稣从来无要批评指责遐用心去做无好的人，只有这边遐个光说不练，伫后壁一直咧指责人，就是北京咱家所讲的迄个律法教师，遐律法教师，遐个法利赛人拢是，个拢指责别人，拢是别人毋对，家己拢无毋对安尼。好，第4个，伊讲伫信会顶面嘛做人的模样。信心的本身就是信仰，信心其实是对咱家己来的。耶稣基督若无是定死大身为咱定死，就是假定。若无对死人中国活，咱的信要对倒来？咱是一定是大身领受这个恩典的，咱才会当信。所以呢，咱的信心就是因为这是遮尔这个信仰是遮尔互超越咱人所想象的，所以当咱拄到一寡代志，咱人就是爱命，因为命着有安全感，看到物件就命，有安全感；看袂到物件就感觉敢掠袂着，
就感觉怪怪惊惊，就会惊惊。总是咱要安怎来经历这个生命时，就是爱放，将咱看会到物件放开，真正用信心去掠迄个看袂到的上帝。是安怎咱的上帝讲，无迄个无上无条件迄个任何天顶对像水面下底拢袂当做伊的上，就是上帝，就是爱互咱来经历，信靠伊就是。虽然咱看无听无，可能也感受袂到，总是咱凭着信心，着掠着咱的上帝。当咱掠着咱的上帝，咱就会当经历，咱就会当超越咱人的限制。哪经历信心哪大，这是一个正向循环，咱就爱来锻炼。第五，伊讲爱伫清气的顶面做大家无烦。清气，而且会当解说讲节制，要有节制，就是真好的代志嘛，就爱有节制。日光底下没有新鲜事，就提楼台迄个时代，每一个人拢就碰碰不讲共对，都会夸大自己的言论。当然就爱说一哦，好多有讲好事也要有节制，安怎讲？有时啊，咱在见证的时阵，咱是毋是也会碰碰？耶稣讲是就说是，不是就说不是。但是加讲的，迄拢是对着魔鬼的引诱出来。有时啊，咱的见证是毋是会夸大？咱就知影，咱的上帝是自由引诱的上帝，伊无需要咱来碰风，为碰风来证明伊是的确通伫咱信靠的上帝。听过？他不需要我们夸大言辞来证明他是可以靠的上帝，他就是上帝了，他是自由拥有的，他不用我们来碰碰来证明。咱就好好爱细时在见证的时阵，总是咱常常会感觉讲，生活有光彩，生活足光彩、足成功的时阵才有见证。但是失去迄个我们如果不是人生的胜利组或者成功组。可能就感觉讲啊，我是啊，我食种无见证真歹势，上帝啊，安尼，我哪会种无见证？总是咱就知影，往往伫生命中上艰苦的时阵，我较会当见证上帝确实，伊确实活伫咱的生命内底，伊确实叫做咱生命中永远会开来甲活水。大日王讲，我虽然行过死荫的山谷，也毋惊灾害。因为我知你甲我相隔伫地，你的怪，拢你的推理，你的怪拢安尼我。大约王若无长期受到人的迫害、糟蹋，伊太会讲出这么水的信用故事。我虽然行过死荫的山谷，但也不怕遭害，因为你与我同在，你的杖、你的竿都安慰我。越是在苦难中的生命，越能展现上帝的光。伫以赛亚书42章30、60遐有讲到讲，忧伤的路过，伊无压折；要花的流火，伊也无要拍熄。要互你诚做活放人的光。一时不一时，咱拢是上帝见证者；一时不一时，咱拢会当为上帝发出光，拢会当为上帝。伫这世间做光做盐，就约翰福音书第5章内面有一个记载，讲伫毕士大这个水池内面边啊，伫迄个边啊有一个瘸腿头病摆脚38年的人，这38年来，一条拢无人将伊帮在伊到伫水池内面得到医治，得到医好。啊是安怎？这38年拢无人爱甲伊斗相共。就是讲，每一个人只有专注伫注意伫家己的需要，就是看家己拢看家己最重要，无人愿意牺牲家己既得利益，没有人愿意牺牲自己的既得利益来帮助更需要帮助或者是一样需要帮助的人。每一个人都害怕被淘汰，每一个人都足惊失去物件。无人甲伊讲，伫主耶稣基督的问题内面，咱一项的好命，
咱啥物好处拢无欠。我有一摆去韩国，参与因的有一摆操练，我对祈祷因操练，含其他的教会做去韩国来锻炼。有一摆，阮就去一间真大间、足大间的教会参与因的祈祷会。因的会堂会当做5万人，因拢总聚会的人数，号称有70万的会友。伊是一间真大间的教会，因祈祷会，比如讲暗时8点开始，伊进前伊差不多7点半开门，总是7点半进前开门进前，就一定有人伫门口安尼排到足长的。我们是跟着团体去，所以就是有安排好势，迄位置做坐伫倒位就拢安排好势。就是无安排位置的人，就是因遐的就是咧排队的人7点半门一拍开，大家拢有撞的啦，有撞的呢，撞的到底敢若有人跋倒，无人跋倒拢唔知影哦。其实我看到这，我有2个想法。我伫迄当中，我有2个想法，第一个就讲。实在是足较无诶，足敬虔诶。我祈祷会有撞诶，我毋捌看，我毋知大家有捌看过无吼？用撞诶，想讲爱撞到上头前诶位，感觉讲伫上头前诶摇滚区吼，稳定特别多啦，所以伊就爱用撞诶，爱抢好位啦。我就感觉足敬虔。总是第2个想法，我就是来讲，安尼撞诶。过程的中间，若是有人滑倒咧，若是有人亲像迄个摆卡38年拢无人来扶的人，迄个摆卡人伊行较慢嘛，无摆卡的就无一直行较紧啊，搁摆卡，是不是无人特别甲伊扶？伫去从的过程的中间，我毋敢讲是毋是大家拢安尼想，总是我看到即个现象，是毋是？有个人伫即个过程的中，感觉讲家己才是有价值，徛伫遐个上好位的人，他们是不是觉得只有我才值得，我才是最有价值，要坐在那个最有恩高，他们所谓最有恩高的那些位置啊？其他的人呢？凊彩啦，不要紧啦，他们那来伤的啦，他们会不会有人这样想？爱成功就爱拼嘛，爱拼干的吗？咱爱注意，有一款世俗的价值观，其实有时一不小心就会进到我们的生命当中，让我们用世俗的价值观来参与在对上帝的敬拜。所以伫迄中间，我感觉真可惜，教会这么大，却无活出信仰的精神。若是耶稣伫的，伊会安怎看？若是耶稣徛伫迄中，耶稣一定徛伫迄中的啦，因为2、3人聚会的组织，红叶啊，就是耶稣伫遐，耶稣徛伫遐看，伊有啥物感受？总是咱若知影讲，若是只有看到家己的需要，就会失去对上帝的敬虔，这好像有一个这样子的结论。总是呢。啥物佫看重家己的？伫提摩太前书第3章，咱头前的经文就讲，人若行无监督的职，伊是行无好的工。意思是讲，你若想望教会领袖的职分，是在献一件好事。因为咱每一个人的敬虔，只有伊家己甲上帝知影。咱袂当讲。这个人敢若足想要做长老、做执事、做啥物工课会叫安怎？我拄则讲毋通看外表吼。伫经文嘛有安尼写，你若行善，教会领袖的职分是咧行善一个好的事。安怎讲呢？因为教会领袖除了无正，就是一群长老。一群长老无正甲长老，就是咱所讲的小会，组成一个牧养的团队，咱遮的小会员就是爱保佑整个教会所有的兄弟姊妹，然后
搁伫整个兄弟姊妹中间来选出协助这个牧者团队职事团体会长郑东刚。因为教会若是只有牧者，迄才是小会员，才会一寡人在舞是无健全的，因为连耶稣就爱呼召文化无放时代，耶稣就是咱的模范。牧者甲是一句愿意委身协助牧者遮的中职同工，而且即份中职同工，伊看家己，伊感觉讲，伊有迄个呼召伫伊的心内，伊感觉讲，主啊，我愿意为你来使用，请你来使用我，会当含遮的牧者，领导职事等等三甲做伙同工来起造你的教会。若是遮的人用敬虔的性命来行牧者的职分，这是教会的福气。若是因是用敬虔的性命来行牧者的职分，迄是教会的福气。伊不是为着家己来设法的，他不是为了自己，他是为了教会。伊就会协助牧者，协助遮的顶级大家做伙来起造咱的教会。互咱的教会每一个肢体拢会当发挥正常的功能，咱用敬虔的心来敬拜，来教育装备兄弟姊妹关怀扶持软弱的兄弟，传扬福音，互得救的人数日日加添，来管理教会资产等等，每一个部门拢真重要，每一个部门都爱照伊功能来健全来发挥。为了教会国无组会当平衡发展，所以咱10月1号咱要进行中职的补选。中职补选了后，差不多伫10月、11月，咱的团体会长嘛爱改选。教会选举绝对也袂当世俗化。世俗的选举是安怎？咱选举拢真知影嘛吼，逐年咧选总统啊、选立委啊、选县市首长啊，拢会安怎？四会过邮发表证件，有的人咧选了就知影讲他乱开空头支票，或者是讲一寡，搁爱找一寡人爱投票，拜票啊、投票啊、拉票啊等等，这拢是世界的风险。咱是不是有时啊，也不小心从世界的风险带入来教会？咱就爱知影，这间教会是上帝的教会，不是你的，也不是我的。这间教会是上帝的教会，不是个人的舞台，不是迄个只有顾家己，顾着上帝心意的避世大使。这个不是避世大使，不是只有顾，不是只有在为着家己个人的事业总入来的所在。也莫想讲都有人推荐啊，像咱迄某米人嘛袂歹，总是咱伫平常时就爱细时来观察，来细时来注意，就是讲咱伫厝内面爱定定祈祷，所以逐工读经祈祷遮尔重要的事。咱伫祈祷中，就爱问上帝讲：上帝啊，某米人叫我有听到某米人推荐迄个人，你感觉安怎？迄就是讲。我看到某米人安怎时阵，我感觉伊有适合做咱的领导，或者是做咱的职事，或者是做咱的团体会长等等。咱是毋是有敬虔的心，伫祈祷中来问上帝？你问上帝讲：上帝啊，你所意的到底是倒一个人？咱袂使讲拢从这件如何别人讲上帝啊，歹势哦，这毋是我的意思啦，迄是。某米人甲我讲的，我投啥物人投啥物人，真歹势吼。信心甲阮每一个人三个不同。咱每一个人受洗，诚做伊的学生的时阵，诚做上帝囝的时阵，咱每一个人拢领受信心，千万毋通欺骗信心。咱每一个人到最后，都爱甲上帝面对面。没有人能替你担任何的罪，只有我们自己。当我们要去面对上帝的时候，是我们跟自己跟上帝面对面。先升级礼，教会囡仔一直在信用的顶面不断操练家己，常将后浪推前浪。
咱要安怎伫生活每一个层面，每一个层面拢展现家己的信用的品质，真做因的无关。这是咱爱坚信的。总要不断在金钱上操练自己啊，因为拄则所讲的，伫金钱凡事拢有利益。因为安尼做，咱救家己免受上帝审判，会救听你的话搁去行的人。所以，咱伫金钱的顶面爱常常盼望，爱常常坚信。每一摆的选举，咱就爱提升家己的上帝的信仰，毋通一直停伫食恁的阶段，毋通一直停伫别人甲你称啥，甲你讲啥物人，你就投啥物人。每一摆的选举，咱拢爱提升家己上帝的信仰。对上帝，咱若对上帝有信心，就放手互上帝去做。每一摆的选举，我们都要睁眼看，侧耳听，在心里祷告，让圣灵对你说话，让圣灵告诉你要做什么选择。免烦恼，你意爱迄人选无掉。若是你有意爱迄人，伊是一个敬虔的人，无论伊有条无条，伫伊敬虔的信仰，伊永远会起作，伊永远会做基督的精兵，伊永远会做牧者团队中一同工的好的同工。你毋免惊伊选袂掉，你也免烦恼，互你感觉心头感觉毋是足痛苦的人选掉，咱就知影，教会，你讲讲教会是上帝掌管啊。当你咧投票的时阵，敢有感觉上帝在帮你看？敢有相信上帝在掌管？假使讲有你感觉无透过人来选掉，即便是他像出卖耶稣的那个犹大一样，即便是像出卖耶稣的那个犹大也被耶稣选为他的门徒啊，对一对调调三一光咧，吃喝大沙睡都在一起啊。就算是有这样子的人被选上，上帝，伊实在是超过咱人的想象，伊所选出的对咱超过咱人的想象。他是从死里复活的上帝，伊是对绝望，互咱看到困难的上帝。咱毋免惊吓，咱毋免烦恼遮个，咱就照信心甲你讲，你要投啥，你要选啥，你若是讲信心有感动你，要来做中职团体会长，不要紧，做你向上帝求讨，做你向上帝来求讨。做你去求讨，上帝你家己，咱建成教会掌管做工，咱就爱常常有对上帝对主有敬虔的心，相信上帝正在使用咱每一个人来去做这教会。伫上帝国的规则的内面，只有敬虔的信仰会当影响信仰，只有敬虔的信仰会当影响信仰线到永远。若是一个信仰无敬虔，真紧就互人看大骹手啊！只有敬虔的信仰会当线到永远，会当影响信仰到永远。咱三甲来祈祷。奉求主常常接入阮的内心，主，阮仰望主你的恩典，仰望你的带领引带，也仰望主你交给阮的智慧，互阮通挖靠，会当挖出敬虔的信仰，做光做咸，得到主你的称赞。阮安尼祈祷是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